聖經士師記6章31節，約阿施回答站着攻擊他的眾人說：你們是為巴力爭論嗎？你們要救他嗎？誰為他爭論，趁早將誰治死。巴力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毀他的壇，讓他為自己爭論吧。約阿施係基甸嘅父親，基甸夜晚神吩咐佢將巴力嘅呢個壇拆咗之後，第日眾人發覺知道係呢個嘅基甸，要求將基甸治死。佢父親對眾人嘅回答真係好嚇。若果巴力係神嘅話，若果巴力係神嘅話，佢唔係。如果佢係神嘅話，有人拆咗佢嘅壇，咪等佢自己同嗰啲人算賬咯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呢度俾我哋見到假神係做嘅偶像，假神所做嘅唔係神，我哋要依靠相信真神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